所来关心发现金的代志，行政院长陈建仁进前表示讲，发现金的时间点上紧可能伫4月初，到咧什么时阵会使领，要安怎领？行政院目前规划邮局上网络登记，也是讲提款机3种方式。数发部嘛已经甲金管会、甲财政部协调过，将8大公股行库的这个提款机嘛纳入。 可能伫全台湾将近8成提款机拢会当领。针对弱势族群呢，数发部认为讲，这直接发放就好。行政院决定普发现金6000块，进前行政院长陈建仁讲，时机点上紧伫咧4月初，这6000块到底免怎发，各单也未定案。 6000块怎么领？行政院目前规划邮局临柜、上网登记领取以及 ATM 直接领取3种方式。而目前数发部也跟财政部合作呢，要在全台近8成的 ATM 成为领取管道。哪里民众敢要先登记？分成3种不同的通路。民众如果只走 ATM 就不用填登记账户。民众如果要从上网先拿到，那就是用登记的方式来处理。除了请8大公股行库交接，让民众领钱免排队。针对弱势和特殊族群。 数发部计划免登记，直接汇钱予你。若适合用的民众身份，也搁伫咧建议，针对全台湾唯一无 ATM 提款机、嘛无邮局的大东关金峰乡，行政院即马计划用造册方式来发。民众真期待现金普发，拿来拿遐目。不过相关细节，数发部讲，嘛是要等到立法院通过特别预算审查才定案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